翁某结婚会当做伙食到老，实在是无简单的代志。伫高雄，就来举办结婚50周年的活动，有300对翁某报名来参加，做伙翕相、搁食喜饼，嘛大方来分享婚姻久长的秘诀。75张，我已经97了嘛，97了，95结婚72年啊。轻轻啊，甲太太的手牵起来，因拢是结婚超过70年的翁仔某，来参加今年高雄市社会局举办的银发婚姻纪念活动，问因安怎互这段婚姻行甲久久长长，答案拢同款。互相忍耐啊，好吧？怨天怨地啊，无效啦，就食好食歹，就无怨气。台语有一句话哦，无冤家不成夫妻啦，但是大家要互相谅解啦。若冤家就爱如何想讲较好啦。高雄市社会局伫咧中央节进前邀请300对结婚超过50年的翁仔某，做伙来饭店翕相、食喜饼、斗闹热。社会局表示，资本开放110对来报名，想袂到有300对拢来报名，其中59对翁仔某每日对看超过1架子，事实看到拢真新鲜。我跟我太太也是20年了，那我觉得20年很不容易。那50年那是更不简单，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婚姻啊能够这样子维持啊，真的是我们要好好向他们学习。人伫咧讲翁某恩爱，人和乐，互相尊重，无烦恼。这个时代建议夫妻爱互相尊重，莫互相气嫌，安尼翁某才通牵手一世人。记者柯昭阳高雄报道。